你可能早就聽過好多關於朝鮮呢個神奇國家嘅故事。喺呢度，人民嘅一切都要服務國家，而為咗令國家同城市睇落去繁榮富強，領導層做咗唔少努力，當中就包括啲最與眾不同嘅奇怪工種，由街頭石材拋光工人到米粒挑選工人，呢啲喺我哋眼中完全冇用嘅神奇職業，喺呢個神奇國家入邊卻可以發光發熱，同時亦揭露咗朝鮮同其他國家完全唔同嘅社會文化。今日就跟住阿姐一齊睇下北韓最冇用嘅10份工作，佢哋嘅誇張程度絕對超乎你嘅想象。朝鮮嘅社會背景，喺我哋深入了解呢啲最冇用嘅職業之前，要先認識下朝鮮呢個國家，清楚明白呢啲工作點解會存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通常又被稱為朝鮮或者北韓，但如果你真係深入研究呢個國家，你會發現距離真正嘅人民民主仲差好遠。本質上仍然係共黨專政制度，幾十年嚟嘅集體化農業生產，經常因為管理失當，令整個社會長期糧食短缺，腐敗風氣遍佈全國。所以當窮人嚴重缺糧，生活配套又極度不足嘅時候，強大嘅社會約束就變成維持國家穩定運行嘅必要手段。於是政府規定，每個公民一旦年滿16歲，國家就會分配一份指定嘅工作俾佢哋，而且係一份終身職位，冇晉升，冇加薪，甚至冇退休年齡。真正嘅活到老做到老，基於龐大嘅人口基數，自然就出現咗一批我哋今日要講嘅最冇用工種。佢哋嘅存在純粹係為咗令國家睇落去繁榮昌盛。咁究竟呢啲最冇用嘅職業有啲乜嘢呢？係咪真係值得朝鮮人民做到一世呢？我哋一齊睇睇北韓最廢嘅10份冇用工作。你可能唔知道，喺由金氏家族嚴密控制嘅北韓，竟然每5年都會舉行一次合法嘅政治選舉。冇錯，呢個唔係笑話。每隔5年，金氏王國嘅公民都會有機會去投票，可以選擇支持現任政黨朝鮮勞動黨，又或者投反對票。但係呢個投票機制其實幾有意思。如果你投支持票，你可以正常咁匿名投票，但係如果你想投反對票，你就會被帶去另一個投票箱，而投進嗰個投票箱嘅全部姓名同個人資料都會完全暴露，因為你竟然敢反對。北韓最受尊敬嘅同志，過去曾經有啲政黨試圖同勞動黨競爭，例如朝鮮佛教聯合會、民主獨立黨、軍民人民黨等等，但似乎冇任何一個政黨能夠喺選舉中贏到任何席位。有報道指出，喺過去48年裏面，北韓幾乎每一次選舉投票率都超過98%，而且勞動黨嘅支持率每次都係100%。感覺就好似啲所謂嘅其他政黨存在嘅唯一意義就係用嚟襯托勞動黨有幾偉大。所以從實際意義嚟睇，政治反對派黨員呢份工喺朝鮮基本上係完全冇用，又或者佢根本就唔應該存在。你可能好難想象，有一個國家嘅人均年收入竟然得$1000左右，而北韓就係其中之一。喺呢度，汽車、電單車甚至單車都係極度稀缺嘅商品，所以當你行喺平壤市中心嘅街道上，你會感覺到一種異常嘅寧靜。雖然城市嘅馬路全部都整到又闊又直，好似想向外界展示國家嘅繁榮同力量，但正如前面提過，百姓根本負擔唔起交通工具，結果就令呢啲馬路嘅實際承載量遠遠低於原本預期。基本上你好難喺呢度見到車來車往嘅景象。咁問題嚟啦，如果你嘅職業係一名街道清潔工，日日面對住一條完全冇垃圾、乾乾淨淨嘅馬路，你仲可以點樣工作呢？2010年，一段秘密拍攝嘅影片顯示，朝鮮嘅清潔隊伍喺平壤路邊，居然喺度嘗試擦走雨後嘅積水。冇錯，你冇聽錯，佢哋真係想把地面上嘅水坑清理走。都唔知佢哋係因為太得閒冇事做，定係朝鮮嘅文化建設本身就唔容許馬路上出現積水。但咁樣睇落，呢份工確實係有啲多餘。唔知喺熒幕前嘅你又有咩睇法呢？講真，喺此之前，我從來未聽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會有呢種神奇工種存在，但佢偏偏就真係喺朝鮮實實在在出現。朝鮮每年接待嘅西方旅客平均大概只有4000到6000人，呢個數字大約只係2018年倫敦旅客總量嘅0.02%，又或者紐約旅客嘅0.007%。咁問題嚟啦，喺旅客咁少嘅情況下，點先可以令自己重要嘅文化景點睇落好似好受歡迎呢？就係我哋前面講到嘅石頭清潔工，
佢哋嘅存在就顯得非常重要。喺2010年一段秘密拍攝嘅影片入面，有記者就發現一位女士正喺朝鮮勝利戰爭博物館入面低頭擦緊地上一塊石頭，可能係因為小徑上嘅石頭如果太污糟，就會顯示好耐冇人行過，又或者啲石頭唔夠光鮮亮麗，就會令朝鮮帝國睇落冇咁繁榮。當然，當博物館管理人員發現越嚟越多旅客圍住睇呢一位石頭拋光工人時，佢好快就被帶嚟現場，因為呢一種行為同樣會影響朝鮮喺國際上嘅形象。呢大概就係偉大朝鮮對完美嘅極致追求吧。時尚警察呢個聽落好似幾型嘅稱號，竟然喺朝鮮係真真正正存在嘅。喺一個以消除所有外來影響作為首要任務嘅國家入面，時尚兩個字自然被高度重視。偉大嘅領導人要確保佢嘅同志們保持思想純潔，仲要確保朝鮮嘅年輕人唔會反抗或者質疑嗰位光輝地從天而降嘅將軍。冇錯，呢個誇張到極致嘅頭銜喺朝鮮都係真嘅。咁時尚警察每日嘅工作係乜嘢呢？佢哋就好似城管咁，專門喺街上批評同教育其他人嘅穿搭。例如，如果你着咗深色西裝平底下以外嘅任何服飾，又或者你件衫嘅設計太華麗太搶眼，咁你就有可能會被時尚警察認定受到外國影響，甚至有可能被送去勞改營。但係呢度有一樣嘢值得深思，如果你時時刻刻都擔心自己嘅政權會因為一條外國迷你裙就被摧毀，咁可能你真係需要一個新政權啦。喺朝鮮最北端有個地方叫白頭山密營，據講係金正日嘅出生地。為咗紀念已故嘅偉大領袖，人們喺嗰度建咗一幅巨大壁畫同一座紀念碑。但係呢個地方基本上係禁止進入㗎，唔單止對旅客，連當地人都唔可以隨便靠近。白頭山終年積雪，夏天平均溫度都只係5至7度，冬天甚至可以跌到零下30度。呢度雲多風大，氣壓低，氣候惡劣到極致。但即使喺咁嘅環境之下，偉大嘅紀念碑同道路都要全年保持乾淨整潔。呢度冇鏟雪車，冇除雪機器，啲人必須完全靠人手清理積雪，而呢份苦差就落喺最貧困嘅居民身上。即使完全冇旅客經過，佢哋都要喺惡劣天氣之下繼續苦幹。依家你會唔會覺得喺屋企用雪鏟客門前嘅積雪，好似都冇咁辛苦呢？喺大多數社會入面，長得靚嘅女性似乎比其他人有更多職業選擇，例如可以做演員、模特兒等等。但喺朝鮮，佢哋其中一個最特別嘅職業，竟然係交通指揮員。呢個唔係開玩笑。想喺朝鮮成為交通指揮員，門檻高得嚇人，而且有3個主要條件：你一定要符合單身、靚，仲要身材高挑。朝鮮每年都會招募大概300名符合條件嘅女交通指揮員，佢哋要企喺馬路正中央指揮交通，就好似平壤嘅城市門面，必須時刻保持完美無瑕嘅形象。甚至有傳聞話，呢啲美女係由尊敬嘅領導者親自挑選出嚟嘅。另外，當佢哋到咗26歲或者結咗婚，職務就會被取消。但係就如前面提過，平壤根本冇乜車，需要指揮嘅交通量極少。不過規矩就係規矩，有冇車都好，佢哋仍然要喺崗位上站足全日。但係隨住交通燈慢慢引入，呢份職業亦都逐漸消失中。冇錯，就係我哋而家每日都會用到嘅普通交通燈。雖然比世界其他地方足足遲咗90年，但點都好過完全冇。你又覺得點呢？對於有虔誠宗教信仰嘅人嚟講，朝鮮絕對唔係適合佢哋嘅地方。雖然朝鮮宣稱允許宗教自由，但實際上佢哋會用盡所有手段阻止人民參與任何宗教活動，因為喺佢哋眼中，有組織嘅宗教會洗腦公民，從而削弱佢哋對人民嘅控制。但最諷刺嘅係，喺呢種極端嘅宗教環境下，首都居然仲有幾座教堂，而且入邊的確有人喺度做禮拜。但呢啲禮拜同你我理解嘅完全唔一樣。坐喺入邊嘅女性，其實全部都係由城市入邊挑選出嚟，專門安排嚟扮教徒嘅臨時演員。咁朝鮮點解要製造呢種假象呢？答案其實好簡單，佢哋想向外界展示朝鮮對宗教非常寬容。佢哋想俾世界以為人民係擁有宗教信仰自由嘅。但事實係，啲牧師係假嘅，啲信徒係假嘅，就連嗰啲教堂都係純粹用嚟做場面。佢哋存在嘅唯一目的就係吸引外國旅客，或者騙取境外資助嘅金錢。但係而家
好多宗教團體已經知道真相，佢哋決定唔再資助朝鮮嘅教堂，因為呢啲錢根本唔會流入教堂，而係全部跌入政府嗰雙貪婪嘅手。喺金正恩掌權之前，呢個國家係由佢老豆金正日統治，而金正日嘅統治風格同金正恩可以話係天淵之別。佢對所有嘢都挑剔到不得了，由公民嘅衣着到佢自己入口嘅食物，控制欲強到令人難以想象。金正日以前嘅私人廚師曾經透露，喺金正日嘅屋企有一班專責人員，每個人都有好具體嘅任務，而當中最奇怪嘅一份工就係大米檢查員。金正日嘅挑剔要求係佢食入口嘅每一粒米都必須完美無瑕，所以喺開始煮之前，廚房嘅員工要逐粒逐粒手工檢查大米，只要發現任何一粒有瑕疵或者顏色唔啱，都要立即揀出嚟，然後抖到。聽落係咪好似全世界最無聊嘅工作？我完全同意你嘅諗法。我甚至好難想象每日坐低稻米要挑一粒又一粒嘅感受，真係好想知如果金正日嘅飯碗入邊真係出現一粒有瑕疵嘅米，會發生咩事？可惜呢啲事永遠都冇機會再知啦。隨住 AR 技術越嚟越普及，喺各種大型體育賽事入面，嗰啲超現實嘅數字特效成日會令人眼前一亮。例如南韓喺上次平昌冬奧開幕式，巧妙地用 AR 技術完整呈現成個星座地圖，仲喺棒球賽事入邊加入咗巨龍嘅特效元素。但係隔籬只係一步之遙嘅朝鮮，成個體驗就實在得多，因為佢哋全部都係真真正正用人手嚟製造視覺效果。試下睇下呢個令人印象深刻嘅馬賽克巨幕，嗰一塊塊色板嘅後面其實全部都係真人。換句說話講，嗰根本就係一面人形像素牆，每一個人喺度都扮演住其中一粒像素，成為整幅不斷變化嘅巨型畫面之一部分。嗰度嘅1萬名公民並唔係為咗賺人工先去做呢份工，佢哋係志願者，以此向政黨表現忠誠。所以下次當你睇到一個震撼嘅電子屏幕特效嘅時候，不妨諗一諗，世界上可能仲有啲地方仍然係用最傳統嘅方式去實現呢啲效果。音樂係全球文化嘅重要一部分，佢帶住時代印記，表達人嘅情感，展示國家嘅文化特色。但係朝鮮音樂嘅定義同用途就完全唔一樣。自從朝鮮成立開始，所有可以喺國內播出嘅音樂都必須經過政府審核，要完全符合金氏家族嘅價值觀。任何外來音樂都係被嚴格禁止嘅。但唔好以為朝鮮就冇流行組合，朝鮮本土嘅流行天團係當地人民唯一嘅娛樂來源之一，而呢隊組合就叫牡丹峰樂團。喺2012年，由國家領導人金正恩親自挑選成立。對於朝鮮境內任何女性嚟講，被選入呢支組合係真正嘅榮譽。團員個個亮麗，黑髮整齊，短裙過膝，形象傳統之餘又帶少少性感。自從樂團成立之後，喺國內4圍巡演，經常獲得好評。至於佢哋嘅曲目，佢哋曾經演奏過美國電影《洛奇》入邊嘅名曲《海船》。對於一個據講完全唔能夠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嘅領導人嚟講，竟然會俾自己國家嘅女子組合演奏美國電影嘅音樂，確實令人意外。你可能唔信，但據講朝鮮人民非常中意呢對女子天團，受歡迎程度甚至可以同金正恩媲美。雖然呢對流行組合失去咗追求音樂創作自由嘅權利，但係佢哋確實為朝鮮人民帶嚟咗真正嘅快樂。所以話，雖然佢哋唔算係真正意義上嘅音樂家，但從社會價值嚟睇，佢哋的確係呢10份工作入邊最有價值嘅一個。多謝各位收睇今期奇聞日事，歡迎大家留低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條片，唔該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個頻道。我係阿姐，同我一齊踏入呢個充滿未知嘅神秘領域。